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古前解说2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评来讲，有一对翁仔某咧吵嘴咧相骂，迄某声骂翁，讲毋通一束西装穿无几摆，就要拼遐角，要甲提现送，要买新的。毋通想讲恁某是化妆品公司的总裁，你就遮坐拖啦，坐拖。即句话老爸还佫加减有咧讲，照我所知，那中部森林海口遐，佫真普遍。毋过现代台语词典咱查较无，我专工去并日本时代台语大词典，原来日本人都有调查出来啊。老爸咧讲坐拖，就是讨债，就是浪费。这较现代台语词去互北京语影响，讲浪费的意思。某咧甲翁念讲你毋通一束西装穿无几摆，就要甲拼现送，换翁甲某吼。有影你就会晓讲，你大公司做化妆品的总裁是袂堪的我开笑，你是惊你江山崩败笑。冤家无好话用个两的，崩败，这句话咱来白话解说，就是失败。又原来是现代台语词典查较无，搁前去并着日本时代台语大词典。日本人的专家来遮研究统计，都找出来，社会确实有人咧讲这句崩败。翁咧好某讲你是袂堪的，我开惊你事业失败笑，换某就软。翁仔某床头拍就爱床尾和，毋则讲某的甲翁讲吼，我就是望要甲你相感慨，毋则呢甲你苦劝2句啊。翁你就爱理解，就爱体会我的心内，感慨。这现代原来无人咧讲，连国政啊都毋捌听。国政啊，你毋是讲你解文说理，拢毋是编字典，毋是读资歌，毋是干那看册资料，是社会有人讲你才捡起来，谈咱这个单元，甲大家互相探讨，无毋对。虽然我社会真正毋捌听人应用这句话，毋过我有去听到翁凤老师伫咧19岁作词作曲迄条《蝶乱花》歌词内底有讲两个人啦吼，情谊投合在心内。空中月也知，心心相爱，相人爱，将心相感慨。国情啊，讲来到这袂解说，感慨按怎样、什么款的意思？煞毋知影讲，就是互相关怀、互相照顾，安尼叫做相感慨。翁听到某安尼讲，心肝原来落软，讲咱两个都爱相亲相爱，久久长长。研究一下古早的台语的元素嘛，真有意思，真趣味。